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6天，4月15日，題目：以善勝惡，不可為惡所勝，反要以善勝惡。羅馬書12章21節。喺客西馬尼園嘅嗰個夜晚，一場看似平常嘅逮捕，卻發生咗數件匪夷所思嘅事情，讓人深感震撼。一隊士兵前嚟捉拿耶穌，當耶穌坦然講出我是嘅時候，士兵竟不約而同倒在地上，場面尷尬而荒誕。約翰福音18章6節。隨後，彼得試圖用刀自衛，砍下大祭司僕人嘅一隻耳仔，但係耶穌唔單單立即制止，更奇蹟般醫治咗呢位受傷者，顯出令人動容嘅寬容同慈愛。路加福音22章50至51節。更加令人唔明嘅係，呢班逮捕耶穌嘅隊伍，約翰話係一隊兵。約翰福音18章3節。按羅馬軍事編制，呢個詞指嘅可能多達1000人。如此強大嘅兵力，竟然只為抓捕一位手無寸鐵嘅拉比。面對呢個壓倒性嘅威脅，耶穌卻依然平靜無懼，甚至講出一直意味深長嘅話：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，黑暗掌權了。路加福音22章53節。佢從容就義，任由黑暗籠罩，毫無一絲反抗。黑暗掌權係咩意思呢？喺猶太人嘅時代觀中，時間被劃分為兩個世代，現今嘅世代同未來嘅世代，簡稱現世同來世。現世係邪惡同黑暗嘅，以弗所書5章16節；來世因着彌賽亞降臨，卻係正義同榮耀嘅。耶穌甘心喺黑暗嘅掌權下受難，並非因佢無能，而係出於愛同救贖嘅計劃。佢講過：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12營多天使來嗎？馬太福音26章53節。12營，大概有72000位天使吧。果真如此，形勢立時逆轉呢？可以迴避，佢沒有逃跑；可以反擊，佢選擇順受。因為耶穌嘅使命唔係彰顯武力，而係藉着愛同犧牲，帶嚟永恆嘅救贖。回望歷史，當時以武力著稱嘅羅馬帝國早已灰飛煙滅，而十字架嘅感召卻穿越時代，吸引無數心靈悔改。耶穌用以善勝惡嘅信念擊敗咗罪惡嘅權勢，呢種信念，我哋又有冇真嘅領悟同踐行呢？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耶穌以邊種態度面對黑暗嘅勢力呢？我哋能從中學到咩呢？第二，以善勝惡究竟意味着咩呢？我哋又能如何實踐呢份信念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你擁有宇宙至高嘅權柄，一聲呼召便可號令12營天使相助，但你卻選擇放下呢一切，甘願走向十字架。因着愛，你不退讓半步，成就咗人類嘅救贖。主啊，你嘅愛何等浩瀚，我願默念你嘅作為，回應你嘅呼召，忠心跟隨你嘅腳蹤。阿門。